國道1號湖口到竹北羅南這段呢，最近這幾日啊，是有袂少人佇遮破冷氣，目前已經有超過27個受害者，加在是無人着傷。原來這事故原因，哪像就是因為這車輪去插到廢棄的五金的材料，這警方是咧調監視器追查，同時嘛派人去甲這個路面拼互清氣。恁仔頂懸去插着物件，而且佫不止一個。車主實在真無奈。國道1號湖口羅南到竹北路段，最近傳出超過20件恁仔去插着畫面中，這款看起來親像是廢五金材料的物件。車長講，最近來修理的幾來台車，攏是拄到這款狀況。大概15件有15件啊。對，15台車。那都在什麼樣的狀況？就扎到那個一個三角形的釘子。然後大部分能補都可以補了，有的扎到好幾個就建議他換掉。他們都是在高速公路上刺到，然後漏氣，然後胎壓偵測器發報之後才來這邊檢查，然後幾乎都是遇到這種的鐵片。原地災情是出現在國道羅南路段，無受到即馬雪蓮上北的路段也有同款的狀況。警方指出，自頂禮拜5開始就接到通報，已經調監視器來追查相關車輛，來派人巡邏加強清理。受理27件民眾報案，目前本大隊已調閱沿線 CCTV、ETC 門架資料，並訪查周邊廢五金回收場所，全力追查金屬散落物來源及相關車輛。因金屬散落物造成輪胎或車輛受損之駕駛人，請保存行車記錄器影像、維修單據及相關證物，盡速聯繫本大隊報案。警方呼籲用路人在載貨時一定愛將物件固定好勢，避免廢物落去落在車路頂面，危害到家己也害到別人。國道警察也提醒民眾，駛車經過這個路段要特別注意。記者杜君和新店報道。